Hello，大家好啊，Sam 同你做功課啊，拍攝日期2025年5月18號8點16分。嗱，咁上一集同大家講過啦，就係話 AI 算命準唔準咧？而家因為坊間啦都好流行，話自從出現咗一啲啲 AI 系統之後咧，就大家就話哇唔使揾師傅啦，上去打個八字，打個生日入去，俾個 AI check check，咪分析到咯。究竟係咪真係咁簡單咧？你有冇即係你算咗之後有冇 check 過係唔係準嘅咧？啲資訊係唔係準嘅咧？今集就為大家做個初步嘅評測。好，轉個 PPT 先。好啦，咁今集呢個題目就係 AI 算命係咪可靠咧？好啦，測試方法咁咧就用咗3個啫。鋪啦、DeepSeek 啦，同埋豆包用免費版本呀。咁咧就問咗以下問題，就係、請分析2025年2月3號22點10分嘅八字。第二條就係請分析乙巳年戊寅月癸卯日癸亥時嘅八字。好，咁我哋開始啦。咁如果有睇過我哋之前啲片咧，應該都唔會對呢個分析陌生。呢一個係小弟做嘅。咁就當年喺2025年乙巳年投資展望咧出現過嘅呢啲表，咁俾大家溫故知新啫，即係我做嘅分析就係咁樣樣啦。係啦，咁我就有講埋新強新弱啊，有啲咩嘢要注意啊等等啦。咁亦都咧，因為我嘅傾向就講股市投資啦，咁所以都有日干。日干咧就農曆1、2、3月看淡咧，就似乎係4月向好咧，亦都有斟酌。咁但係年干咧，1、2、3月農曆向好，3月、4月開始看淡咧，又好似吻合喎。嗱，咁啊，大家 cap 低呢張圖啦。咁啊，之前都做過一個所謂乾貨喺個 shorts 嗰度嘅，咁啊，大家有興趣繼續睇啦。好啦，咁啊落嚟啦。咁因為咧，我而家呢啲內容都係分析嗰個乙巳年立春八字啦。咁以下咧就請 AI 幫手啦。好啦，咁第一題，咁啊向阿 Paul 發問啦。咁啊，請分析2025年2月3號22點10分嘅八字。咁佢咧得出咗乙卯年丙寅月癸亥日戊子時。咁基本上我發現個起盤嗰個八字都同今年乙巳年啊嘛，佢又話乙卯年，咁啊其實都有啲唔同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小心啲啦。睇嗰陣時咧，因為八字同個時間唔匹配啊，分析出嚟嘅嘢係咪啱咧，我就有少懷疑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問下 DeepSeek 啦。咁咧佢又排咗甲辰年丁丑月甲辰日月亥時，咁好似爭1日半日嘅。咁同埋因為嗰日係立春轉咗節氣噶啦，咁就唔應該係甲辰年。咁咧所以咧個八字咧同個時間咧都好似係爭啲，同埋分析出嚟嘅準唔準咧就大家評估啦。好，跟住問豆包，咁我鋪咗幾多下嘅，咁咧就佢又分析到啦，乙巳年戊寅月癸卯日癸亥時，咁有啲具體分析啦。八字嘅格局雙官格啦，寅木就係雙官星，咁啊月干戊土為正官星，咁啊雙官見官，哇！咁咧代表喺2025年咧就可能咧就係一個藐視法令、得罪上司、不受約束、夫妻關係緊張、職場同埋家庭矛盾咧嘅年份。咁行中咧就缺金啦，咁啊唔逐隻字讀啦，大家有興趣去睇。跟住咧又地支3座位空亡，係啦，咁啊講得幾好喎，咁我覺得有啲參考價值嘅。咁我唔逐隻字讀啦，大家可以慢慢喺度睇一睇啦。好，跟住到下個問題啦。咁因為咧從呢3個問題咧，我就見到好似咦係唔係俾個時間去分析，可能對 AI 嚟講都係即係轉換上有啲困難啦又甲乙丙丁又子丑寅卯。好啦，咁今次直頭咧
就我排埋立春八字俾佢叫佢分析。好，跟住咧就係乙巳年冇人月癸卯日癸卯時問阿鋪嘅，咁啊啱啦。咁分析咗啲答案咧可以參考，當然下邊仲有嘅，咁但係我因為個畫面有限咧，我唔鋪出嚟。但係如果你咁樣問咧，佢啊分析啲嘢咧，起碼都表面上都靠譜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問咗阿豆包啦吓，豆包嗰個咧咁就係啦，咁佢咧又講咗雙官格啊、人木啊等等，咁其實咧都幾有參考價值嘅。哦，原來我撳錯咗，唔好意思啊。好嗱，咁啊再講落去啦。咁啊，DeepSeek 咧，咁就排到佢可以倒翻轉個時間啦。咁啊，然後都排到晒啲天干地支出嚟嘅，咁都有啲參考價值。好，咁呢個咧打漏咗隻豆包係啦。好，咁豆包咧就可以講到啦。佢就話咧係立春嚟嘅，跟住咧冇人月咧係嘅起始嘅時間八字，咁咧其實分析得幾好，起碼講得出嚟呢個立春先，咁呢樣嘢我覺得可以加分。好啦，咁啊嚟個小結論啦，咁咧如果喺算八字咧，Paul、DeepSeek 同埋豆包咧三者之中咧，我自己覺得咧豆包嘅準確度比較高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一般，即係我因為略懂啦吓，咁啊，所以咧都知道究竟我哋排啲盤出嚟啱唔啱，或者有冇參考價值。但係一般朋友咧，我諗都要建議揾翻一個專業玄學師傅咧，去進一步鑑定啦。AI 雖然可以幫你，但係佢嗰啲料啱定唔啱咧，我諗真係要有個專業人士去鑑定啦，同埋做出一個度身訂造嘅建議俾你咧，咁就會好啲啦。好。咁咧，以上咧就係今集嘅分析啦。咁希望大家咧，即係中意呢一類嘅短片啦，吓片段啦，因為都嘗試做啲新嘢啦，特登買部電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贊助下啦，因為部嘢都唔平噶，特登買部嘢翻嚟，係啊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弟啦。喺呢個噔噔呢邊係咁咧，咁啊有啲 QR code 可以支持下小弟啦。好，跟住就落 ending 啦吓，咁啊，你支持緊我動力啊，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啦，咁亦都喺各大社交平台可以揾到我啦。咁記得最直接，咁當然富裕啲可以 scan 下 QR code 嘅，冇嘅都可以用啲免費嘅方式支持下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、訂閱，多多支持小弟啊！咁希望日後可以做得出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影片俾大家啦。希望隨住 AI 時代嘅光臨，我亦都可以咧利用 AI 輔助我做多啲唔同嘅資料、唔同嘅影片俾大家睇啦。好，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